继续来看中高龄甲高龄者就业促进法的草案，再去立法院初审。行政院版本的草案是来打破掉劳基法的规范，是用年龄来做定期契约的条件，规定头家企业主会当甲65岁以上的高龄的劳工来签订定期的契约。How old are you? 70. 电影高年级实习生男主角退伍了后，搁在中华工作场所做少年头家、秘书、顾问甲好朋友。同款台湾高龄化社会来临，中高龄者就业促进法草案送审立法院。这次正义版打破劳基法的规范，头一次以年龄作为定期契约的条件，明定雇主会使甲65岁以上的高龄劳工签订定期契约。劳动部表示，专法通过，希望常态执行，职务再设计执行细节会放伫主法内明确规范。不过有团体担忧，职务再设计内容上重要，但是也未出来。今工作契约被定期2字绑死，互中高龄以及高龄就业被迫接受，一档一聘，或者是更较低级的聘任。